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溫哥華地產經紀 Johnny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咧，我身後邊呢一間獨立屋，佢係位於1965 Flynn Crescent 喺 Coquitlam 嘅。咁不如我哋首先睇睇周邊嘅環境先。咁不如我哋入去間屋嗰度睇睇。如果大家對呢間獨立屋有興趣嘅話，請聯絡我啊！我係溫哥華地產經紀 Johnny。